評判、各位師長、同學，大家好。我今日嘅演講題目係愛與關懷，重新重生。囚犯1743，4個月都未到，你又俾人捉翻返嚟，唔通你真係不知悔改，情願過一世鐵窗嘅生活咩？警官先生，俗語都話牢獄之苦，有邊一個會想冇咗自由喺監獄度生活啊？但係獲釋之後，我受盡歧視，所有嘅人都以有色嘅眼鏡嚟標籤我，社會唔接受我揾唔到工，屋企人唔相信我，被迫獨自捐錢，正當嘅朋友唔見我，驚我問佢哋借錢，我走投無路，問世間尊嚴、親情、生計何在？我為咗生活，只好再犯事。大家唔好以為以上嘅情節係電視裏面嘅橋段，事實上，釋囚再犯案嘅比例仍然嚴重。根據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10年嘅一項問卷調查，顯示出獄後嘅失業率達到61.4%，缺乏家庭支持達到68.4%，認為獄中提供不切合重返社會需要嘅培訓達到86.6%，而多次重返監獄嘅都已達到25%。由此可見，釋囚重投社會正面對住重重嘅困難同埋障礙。就算喺2000年，懲教署以更生者取代釋囚呢一個咁負面嘅名稱，以鼓勵大眾去接納佢哋重新融入社會，但係更生者所需要嘅何止係一個虛名呢？咁我哋又應該點樣去幫助佢哋呢？我認為喺政府嘅層面，懲教署應該增加切合社會需要嘅課程俾更生者，例如電腦、語文等，提高佢哋出獄之後嘅就業機會。喺福利同埋輔導嘅層面，最重要嘅係令更生者知道，本港有超過80家非牟利機構同埋宗教團體，為佢哋提供心理輔導嚟改善佢哋嘅人際溝通技巧，尋找合適嘅居住地方，提供就業機會嘅查詢，甚至聯絡佢哋嘅家人接受輔導。喺就業嘅層面，僱主應該給予更生者公平嘅就業機會，員工應該放下歧視同埋偏見，令到更生者冇嗰種一世被標籤嘅感覺。我認為家人應該給予無私嘅愛心，多溝通、多勉勵、多支持，令到佢哋重新建立信心。朋友應該給予認同、支持同埋關顧，引導佢哋成為奉公守法嘅市民。只有當更生者擁有去愛嘅對象同埋被愛嘅感覺，呢一個先至係佢哋重返正道嘅原動力。關懷接納助更生所指嘅唔單止係釋囚，更廣泛嘅定義包括所有曾經誤入歧途者、殘疾人士以及精神康復者。請大家唔好吝嗇我哋嘅愛心同埋關懷。更生者要有好似運動員般嘅決心同埋堅毅不屈嘅精神，但係更加需要朋友、家人、你我嘅支持。喺呢一度，我呼籲